布果，虫的哦。不是你们台湾人就是那么简单的学基本法。James， 什么叫你们台湾人？张忠孝，我想这个学期我必须要把上去。干什么呢？他只要看不顺眼，就这样嫌东嫌西的。不要再讲了。 坐。哎，学弟啊，那不是我说你这人的态度不对了。那还好，我把他给挡下来了，要不然他真的把这个事情报上去，你跟我都会很惨的。好了，明儿个你就带詹姆斯上校去玉春园那好好的玩一玩，啊。 这一次空军飞行训练的计划是非常的重要，他有什么需要，尽量满足他啊。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他的男子气概要靠瞟台湾的女人才能发挥。越战打了那么久也搞不定，现在可以来让台湾钱，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学弟，有些话是可以说，有些话是不能说的。 有些话听进去之后呢，当作没听见。总之啊，明儿个麻烦你好好的招待他，对你对我都好嘛。这是上面的预备金，拿去哦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钱不多，这是你的加级奖金。你不要也没关系啊，可以给阿香嘛，请阿香。 好好的招待詹姆斯，就算我们营区对他的答谢。还有，最重要的是咱们俩的事业，啊，要久久长长，各自顾好。嗯。哎，虫哎，整件动机无看到，好无？按做得啦。 不過啊，困難了，款都唔會炒哈。無話計啦，無話計啦。點解呢？有事喎？見唔實咧？我唔馬解事情。你是咧做馬解啊？冇用啊！你硬上啲錢，蘇斯一下冇用啊！蘇斯生意喺度時啦。不過。 件咩捱錢嚟啊？
佢捱命見你妹嘅。哦，哎呦，你要有做生意？合盟簽到，難捱啊！你了，一天天進手，你行去總叫出，不法，叫我簽生哦，簽啊，點啊？真勁嘅啊！好啊！你硬專業哦，就天天拿去上工。安子些，提嘅咩？講埋硬子些哈？來，到台灣出家素菜，喊我去托一下。冇講咁多，飲茶。小偉啊，我搭返來，做下你飲，唔談我難冇。我又冇做乜嘅，用為難嘅。嚟咧，小偉，為路人呢？因為啲東西送，我根本唔記得。你看看来啊！我操你妈了！你干什么？莫威勇啊！莫威勇啊 James， 到底什么事啊？这不行啊！我们不要做你的生意了，你走了，你请我们家小姐做什么？什么不要做我的生意？我已经付钱了。钱我还给你可以吧？你走了，不然我叫警察！我跟你说。你叫警察 ？I don't fucking care。他说什么？佢講佢唔驚警察咧。不讲，我就不信你不怕警察！我要去哪里？你推他幹什麼？ You asked me to come here for fun. What the fuck is wrong with you? 唔夠那個李鬼飯，還差唔多啊！唔好去留阿婆窮下好冇？另外前條路就好好前啊！阿婆記住我看起來就冇乜解參聲。你唔會啊？點啊？你兄弟講嘅就會意氣啊！就算你哋有姊妹話你啊，你啊，以後做咩啲嘢啦？对不起，不能进去。我住在这里耶。哎，长官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儿子跟女儿啊，拍谁啊？你来参考，哎。走来走。然後警察落阿邊個，你要請阿姨說，係前頭就死咧。看你說幾年咧？佢哋嘅原來初初迄個後生啊，哪啲？睇下，唔收拾嘅本期，所以可以好冇？好，死你條呀！今日天氣氣啊！唔記做乜嘅喏？你爭結生意呢？乜人講？危險咯！乜人講啊？記生意去哦，咱們本人注意。是少啦。你同佢交本警察就好嘅啊！做乜嘅喺聽書記啊？你講乜嘅？
红艺术会安用，还唔会为到人。望这都够重要啦。刘长少，听你讲你接站哦，接足侪美元的计划啊，啊嘛赚袂少钱啊，啊才得个压榨阮这小小的生意人啊。陈哥啊，你还真客气啊！我们军方射击练习多的子弹，拢半给背后你呢。有了武力，啊，您交点的行李是愈来愈厚呢。你怎么会只是做小生意呢？对了，今天张忠孝闯了个大祸。之前玉春院那边的生意，啊，还有地点啊、遐地盘啊，都是归潘哥管的嘛。那以后什么情形还不清楚啦。不过，只要陈哥你有耐心，等我的消息，以后有生意，大家做吧。无钱啊，大家谈啊，好。来啊来啊，落啊落啊哈！来，买大是买大，买细是买细，好来落好诶，来开啦！哎，先生，我今仔吼拄着较早的朋友啊，想讲介绍咱遮固定，毋知影镇上遮个欠人。倒来人？哦，伊就迄个阿雄伊的后生啦，伊人个个性哦真敢冲，啊嘛真讲义气，较早自细我换贴的，一两冬吼就伫咧台北啊，即摆转来遮找头路啦。陆春英，好啊，我来叫佢看卖。哦，安尼啊，好，多谢。啊，无我先出来卖啊。嗯。你做唔掂乜用啊嘛？警察留喺邊全部啲嘅錢記。我講啊，哎，你有聽到嗎？哎，用的啦，用的，你喺做嘛？你嘛干？我想打。想到会失联啊！哎，那天公因哦，要突然重创的。今日暗晡哦，无连10条用做的啦，顶天被人困碎。唔可以做嗰種條路好嘛？重重嘅輕危險呢？那无做了，还做得做嘛？配啲條路啊！你做總統嘅哦，還是哪一個？真啰嗦咧！什么人地方的东西啊？谁生的啦？烦死！有人來，幾個人？我到啊！哎，真好大！哎，好大！哎，他这场又好了，好吧？哦，哎。對。哦。哎，我知。師傅啊。唱啊！這樣。啊，恁這是有贏無啦？哎呦，找打勝啦！去台車。哇，先落去。哎，先生，我朋友出來。什麼關係？我們關係。好。
家因几啦？我跟你讲，几啦？几下啦？甲你呢？你真正敢背骨？你也做你所做代志无人知呢？互你照你穿，你搁敢做这代志？今绝对要你死！我等你这侪年，你真正唔相信我？你点样啦？无啦，先生，啊，即马谁弄的哦？哎，啥物人？哦，伊就我昨甲你讲迄个阿昌啦。阿强，来，互你我死！无啦，先生，咱好好讲啦。来啦！你无死，我互你死！来啊！看要开无？卖啊！卖甲我开啊！关了，背骨囡仔，卖甲我开啦！你别叫你开啦！小麦跟你学开枪，无清气。对，我安尼好无？袂歹，你开玩笑，哎，手关来。介绍袂歹哦，我叫你开枪，你真开枪，有前途。来，放在地上，酒啉了。连啉嘛爱学啉啊。压力啊，要赢来啊！对啊，来，今天我来找你，你应该心里也有数吧？现在张忠孝出事了，那潘哥的地盘呢，也势必要重新洗盘。你呢，最好现在开始就跟着陈哥，让我和陈哥来接手玉春院。长官，我们玉春院一直以来都是潘哥在照顾，虽然现在张忠孝他出事了，我也不会将玉春院交给你们管。话不是你说了就算。现在张忠孝人都在跑路了，潘哥的实力也大不如从前。你阿香姨要是不跟着陈哥底下，我怕你的生意会没有以前那么好，那么顺哦。你要考虑清楚。我来找你谈，就是不想之后让人家说陈哥啊在欺负女人。如果你还是这么坚持，那我也不敢保证之后会发生什么状况。我话说到这儿，你好好想想。阿松啊，起来，你去哪啊？你去哪？伊做事啊，去哪做事？去哪？伊正常给面做事啊，用的咯。经常欺骗，伊唔伫盘古老陈国迄对个，伊调戏迄么？啊，艺术老因天数暗道，啊，唔伫迄。错，佢讲嘛，佢都错。来看哦，恋爱图咩伊强的，错么？李先生。
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我，你俩小一点好不好啊？你是谁啊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还要问你是谁呢？哎，这是我躲的地方，你闯进来还打人呢你！哎，你，你躲在这里啊？是啊，哎。 这伤啊嘛，你看。哦，啥呀嘛该啊？做钱好做钱呢。啊，敢有这啊？开钱抢银行呢？拜托啊，你们事情要做会出来哦。听到你想要改啊？看嘛个呢？抢银行啦，你看。阿姨，你看了，在阿姨手。 世界很大，咱们中国就很大。我们山东啊，当年的李世民进到西安的时候啊，一路贯穿河南，一路千里啊，年年打仗，他没人呐、只有到了我们山东，才看到人。我们山东自古以来啊。 就是人文荟萃、富庶之地呀！家里还有人吗？俺爹、俺的娘，啊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照你这么说，玉春院你是回不去了？ 那你那个阿祥咋办啊？最不放心的就是他。你比我可怜，我是没有，你呀只能用想的。掉！啊，塞钱就塞钱，敢做敢当嘛！你说的对。 我们啊，要革命，要流血。哎，我他娘的，要把大家都给打醒喽！哎，老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真的跟你说，一个山东人，一个台湾人，我们应该结拜，要拜把。有意思。 你答应了？结拜。好，来，你跟着我说，跟着我念，行啊？滚！皇天后土。 皇天后土，皇天后土，咱张李二人，我们张李二人，一个山东人，一个台湾人，虽未能，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同年同月同日生。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干！哎，打！开头！来。啊，你这是有名无啦？哎，
两班，你做关门，做嚟吼。今天嚟看啊，切落去动作做得好嘅。好吧，抓呀，看你就是。你先生，什么代志？啊，唱做得袂歹吼。系啊，袂歹啊。若袂歹是伊若要送起来吼，下我考虑较好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老哥，老哥，老哥，穷山。要我哪能人结拜？走了，走了。误会，是这样的，我跟张忠孝是拜把兄弟。那天我和张兄啊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当下我们就立了投名状，其中张兄有特别提到您的事，没想到果真是文人不如见面。大姐，您愿意挺身奉献，为天下苍生除弊利害，此等女中豪杰，小弟我特送来援助。这包钱，请您务必收下。我又不认识你，给我这做什么啦？大姐，您务必客气。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懂，在唱大戏一样。您勿拘小节。哎呀，这个样子我听不懂啦。张忠孝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医生。哎，你。你有按多钱呢？哎喽，阿弟啊，你摕一万来。哇，呀，文，哪一呀？哪搞啊？来了，真件的啊！真件的啊！坐啦，坐啦，坐啦。我睇下先啊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做啊。来，谢了。嗨，来了，谢，懂啊？哦，一样的。哦，注意唔好吵。哎，听人讲，开业好，不错。行起汤嘅，行，讲埋咯。来。
了怀癌，有变老子哦。阿爷，我问你，有人老你天数冇？有冇？啊？你在啥呢？罢了。杨妹，我讲见面很不。冇讲嘢啦。 做乜嘅咯？我就存到安尼东西，唔好暗用啊！杨妹，你这张年代，就算唔是硬测嘅人，总会本政府当道的，唔是样板型，咪做唔过早的。也下种种到现在大家嘅感情情谊是个玉成烟，作为一只动创态嘅决定，不过佢永久就唔爱伫，一只决定。 会影响到玉纯烟嘅生死存亡。乜嘢？係梅嘅。哦。安嫂，係朝做好嘅愛嫂。好啦。那去做勢了。嗯。阿姨呐，阿姨說咧，你要喊佢啊？佢從安本衝動安水用啊？哎呀好，哎呦，從安本佢仲有啥物嘅東西呢？乜個？唉，去看看咧，看看有牛冇？夾，那個壽司咧，壽司咧。 先做三哥，先做，借我来，阿姨啊，听下莫讲点么？快到！谁开枪？人呢？
人跑哪去？长官，事情是这样，就是早上有一个男的，就是我女儿要去上班，然后就有一个男的拿个枪翻过墙到我女儿房间，然后拿着枪对着她，这样子。他有开枪吗？我没有听到枪声。那接下来啊？因为很害怕，所以我就拿着扫把打他，就。那人呢？时间太短了，我们记得不是很清楚。那这是什么？我伫门口捡到的啦。嘿啦。门口捡到了，那怎么会在房间里？房间的门口。这里面写了什么？你们看过没有？别动！报道重点新闻：日前，一名男性浮尸被发现于淡水河附近，因疑似涉嫌美军军火采购弊案。根本就没缘啊，无拍过。调查该张姓男子机关高手为空军中校，在其住处发现一张遗书，确认无他杀之嫌。警探哪下呀？唐队。罢工，预计将使1900万乘客不尊重雅思。使全国天使官退，之一使用长期票上下班的乘客蒙受损失。好，这个哈，来啦，开啦！哇，有冇？阴凉的嘞，嘿嘿，哎，我抢啊，抢菜酒呢？买菜都冇问题哦。对，等到来，你这种机会啦。来，对了，唱吧。哎，大哥，老在。堂哥，结果阿姨唔会再来咧。养爱弟啊，也十一还有爱撞电的。安子说，养爱应该做的，不是讲很多。也嘛脑波一条花传来传去啊，但是迄个人一天慢慢面嘛是现出来。恁个啥喏？伊个爆创伊嘛唔拉办的，伊行啊突然也接去晒脱的。伊正经。也唔怕，唔好笑，但是迄片也要看等的。正经也着细阿妹爱出门买来木做北国旗嘛，我小心嘛。阿弟。做嘛学伊什么啊？哎呦，等下讲甲迄讲啦。给没养着，要抢是边。你又爱赌哦？嘘，较细声呀，别讲后日你哋可以讲代志。喂，静啊，走啊！今日有银行来。哎呀，慧慧。啊，昨是安怎？袂歹啊，真好混哦。嘿哦。啊，今日生意好哇？袂歹啊。阿兄，你来哩？哎，来这谁哦？啊，走，行。有事情会做的哦。哎，
先生。内底有80万8千，摕去予土地公庙的冰店乌面大个，你也讲，后边拢共款。这条钱你先摕去用，拜六个早时阵哦，你甲摕去互伊。无安尼啊，先生，这个我陪去啦。唔免啦，我家己去，我相信你。好，我会办好势。哎，要查东江诶，迄阿宝个哦，也较兴爱个咧。真紧，你哪来嘅唱啊？传来嘅咩？传来。真上啊，佢看上来，本来就改太嘅写作，人家当到钱本来咧。真紧哦。加喊一拜，你杭州的来。说得用诶，啊？我这样的。这样诶，看来心情啊？哦。好啦，想要好奇无？好啊。无来追我，好无？当然啊。哎呀，你好，库拉吉。哎，你在哪里？你哈去。转哪里？转。啊，即马什么情形啊？顶下出代志啊？干来恁即马就打到我为我地头来啊，对啊？你啥物出头，我毋是毋知啦。顶下一个走路尔尔，哦，伊就咧孝顺伊的地盘。哎哟，比这出来哦，足歹看的啦。地盘，这是我甲张的用双手拍出来所在呢。恁凭啥插手？我是希望讲哦，咱大家伫地方上会当好好气气，啊有钱大家趁啦。恁亲门大户叫好好气气。潘哥，陈哥的意思是说，张忠孝走了之后呢，玉春院还有你那几间茶室，都没有人帮忙看着嘛。如果有人捣乱，麻烦嘛。啊，有人来乱嘛，拢恁的人啊。你这句话是袂走袂乱讲一啦。非伫玉春院甲地点啊，恁要打一声无可能。要顾场啊呀，恁爸有卡笑的啦。潘哥，你别把话说死啊。好啊，就安尼。还有，送银行。哦，开始。没错啊，来饮茶。不是笑啊，有啊提啊，来装电的，装啊提啊，装电的。咕噜，这假？这个水，啊你两个买对啊？下班哦，要等伊哦，出来省啊。喂。拜拜，拜拜。就谢阿姐吼。你问路呢？问路，其中应该同事伫遐做事，干嘛路啊？对啦，送啥？送啥？我去哪啊？北风诶。有福。你就来看什么啊？用的啊，做唔得啦。做得
你上都唔會查哦。哦，家你起查呢，無準見。嘿，唔騎動翻硬驚啊！驚出嚟現場誒。你無閒嗬？無閒都走順都賺啦。誒，呢茶嘢幾多錢啊？聰兒，你閒自己成個幾片啊？剛才你講我一多拜，二你講唔知糖油，你真經帶氣咯？連對我講好，咩叫照顧我？就像忠告對人安尼，我媽嘅事情都安尼幹了我。還沒過沒你管，俺娘們呢？亞中，吃饭很容易，很容易。这样来底做咯？是你整我还是恁大的整我？一个人吗？真的。操你呢！没空你。阿聪阿媽，阿聰誒！你快啲啊！你對我，開啊！開啊！進去啊！人家講嘅心都有嘅所在，嘅地方都係愛所在。月光花花，漫山遍野，雖然啲唔心定愛，唔想一條船載定幾多愛心，只問唔愛行起來。人海啊，最定愛悠悠通通，輕輕做地傾愛入光，困定機人來人往的出去，一霎人愛還在地了，笑來笑往皆要愛兩半行，一生沿路愛行起定。心度，花開花落，春去春又來。雖然老奶嘅心對戲，親有一日唔會轉來，不管何方。嘅心